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喺香港常見嘅3種機構類型，分別係一般公司、社會企業同埋非牟利慈善機構。了解佢哋嘅分別，可以幫助我哋更清晰咁認識唔同機構嘅運作模式同埋目標。首先，我哋講下一般公司。呢種一般公司係最常見嘅商業機構，佢哋嘅首要目標好直接，就係要產生最大嘅利潤，賺到嘅錢會根據股權比例分配俾公司嘅股東或者擁有人。喺法律結構方面，一般公司可以有唔同嘅形式，但最普遍嘅就係註冊成為股份有限公司。佢哋嘅運作主要受到香港公司條例同埋商業登記條例所規管。雖然一般公司可能都會對社會產生某啲影響，但係佢哋始終都係主要專注公司盈利。跟住，我哋嚟睇下社企。社會企業同一般公司唔同嘅地方，在於佢哋嘅核心目標唔單止係賺錢，更加重要嘅係要透過佢哋嘅商業模式去解決一啲社會問題，例如可能係幫助弱勢社群就業、推廣公平貿易，又或者係推動環境保護等等。所以，社會影響對於社會企業嚟講，係佢哋存在嘅核心意義。社企賺到嘅利潤，會再投資返落佢哋嘅社會目標上面。當然，除咗一般出糧之外，佢哋都可以將一部分利潤分配俾股東或者擁有人，以維持企業嘅可持續發展。喺法律結構上，社會企業都可以選擇唔同嘅形式，鑑於有不同基金可以申請，所以用股份有限公司嚟成立都好常見。不過要符合社企認證條件去申請政府基金，就要改動社企利潤部分嘅法律條文，並且必須要通知你嘅核數師有關改動而帶來公司帳目嘅影響。社企同樣受到公司條例同埋商業登記條例嘅規管。如果社企嘅擁有人本身係一間慈善機構，咁佢哋嘅運作可能就會同時受到慈善機構相關規例約束。最後，我哋共融倡自強秘書服務有限公司會講下非牟利慈善機構。呢種機構嘅最主要目標係服務一啲慈善嘅目的，例如扶貧、教育、宗教或者其他對公眾有益嘅事務。佢哋嘅一個最重要嘅特點就係非牟利，意思係佢哋唔會將賺到嘅任何盈餘分配俾佢哋嘅成員或者董事，所有嘅收入都會重新投入到佢哋嘅慈善工作入面。喺法律結構方面，非牟利慈善機構可以註冊成為社團、信託或者係擔保有限公司，佢哋嘅運作會受到社團條例或者公司條例嘅規管。鑑於有不同慈善基金可以申請，所以用獨立而清晰帳目嘅無股份擔保有限公司嚟成立都好常見。如果佢哋符合相關嘅條件，仲可以向稅務局申請成為註冊慈善機構，咁樣就可以享有稅務豁免。所以，非牟利慈善機構嘅所有運作都係圍繞住佢哋嘅慈善宗旨同埋喺相關法律文件裏面訂明嘅規則進行。總括而言，一般公司、社會企業同非牟利慈善機構喺佢哋嘅主要目標、利潤嘅分配方式同埋社會影響嘅重要性方面都有明顯嘅分別。了解呢啲分別，可以幫助我哋更清晰咁睇到唔同機構喺社會上扮演嘅角色同埋佢哋嘅運作方式。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